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初6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第一条消息，糖病院感染，搁再牵连一层病例，昨新增加本土案例是第839件，护理师的出来人。也这名患者自1月10日开始伫厝隔开，2月初3解除隔离，并无出外，但采检验到病毒。指挥中心表示，影响社区风险真轻。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连续5天本土零确诊了后，其他6天零确诊曝光，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初5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暗号924，是指标个案暗号838住院医师，伊的女朋友护理师，也就是暗号839的亲人，因为1月10日开始居家隔离，初3解除隔离，无出门，初4采检，初5确诊。因为伊捌伫咧2月初1的时阵出现那后痒痒的症状，大家咧讨论讲，即天敢就是伊发病的迄天。精准的时间点，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掌握。那现在看到的单一个数值 ，CT 值是偏高的，我们当然会优先想是不是在晚期了。但是它对于社区就确实它的影响很低，在那时候是839哈，他因为他发病啊，所以就隔离了家里这4位，哈，他们是同住的家人，他那个受传染的可能性是一样高的。但市长强调讲，暗号902是对社区的影响真低，因为伊为1月10日就开始隔离，也若敢会因为有新增加的个案，然后桃园病院恢复正常营运的时间。924，它是从1月12号起就居隔，所以再来讲，它也跟是社区是区隔开，目标群都查过了。那所以是那种非目标群里面，再有出来，那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疫情还需要再持续的观察。那到目前都照着我们原来设定的方向跟目标，在进行。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的病例，暗号921是荷兰籍的男性，1月初2来台湾做工课，2月初3自费采检，初5确诊。暗号922是台湾籍的男性，长期住伫美国，1月13甲3个亲人做伙返来台湾过年，自主健康管理期满，甲3个亲人做伙自费采检，这个个案确诊，3个亲人是验出阴性，目前居家隔离当中。也若暗号923是阿富汗籍的男性，曾在往回台湾甲杜拜，1月初7搁一届来台湾，2月初4自费采检，初5确诊。目前已经初步掌握这个个案工作上的接触者1个人来做居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也咱台湾确定会当对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摕到 AZ 疫苗，毋过通分配到偌济动力也袂定哦。但市长表示，疫苗若分配落来，安排第一线医护人员优先注射。台湾采买新冠肺炎疫苗总算被列入配送名单，上紧2月底上班6个就会运到位。不过，爱加另外7个非联合国会员国国家也是地区，斗阵分130万3200剂 AZ 疫苗，到时阵一个月分配到偌济咧？第一个，我们当然就是还是要看这个数量，那马上相关的这些名单的准备，要把它准备起来。然后第二个，我们在疾管署这边也需要做紧急输入的申请，然后进来之后，那FDA 也要做相关的一些检验。无清楚确实的分配数量，指挥中心讲，若分配落来会赶紧完成相关的作业，上紧准备1个月了后才发到注射。而这疫苗注射优先顺序，专家咨询小组调集人张尚顺讲，小组捌开过排序的会议，评估每一个族群可能会用注射的人数。专责应变医院的最需要照顾这些COVID-19 的个案的话，那他们也许会在所有医护人员里面又在排在更前面的一个优先顺序里面哦。专门负责应变的病院的医护人员会排伫警察头前，但市长补充，拄开始注射量无大，一定要对正伫保护大家的人，也有团体的优先注射，再佮甲边境的检疫人员才会纳入。你家己是毋是带头注射疫苗？伊讲量若真充足，仓库放到满满，大概就会成住。就后面仓库放得满满的哈，那我大概就会先打哈。那如果这量不太够哈，那我大概会晚打了。那如果量虽然少，可是又打不完了，快过期了，那我会打了。根据疾管署今年1月29到2月初2，全国22个县市年满18岁以上民众1522笔的电话听有调查显示，医疗从业人员有65.2%愿意注射，防疫人员有74.8%愿意注射，甲去年10月调查来比较，愿意来注射疫苗的比率拢有提升。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卖。头先来看自由时报，台中一名医生家长咧检疫的女朋友同齐过暝，违反一人一户的规定。这名医生昨自主健康管理7天期满，采检2摆拢是阴性。虽然这名医生通正常生活，不过伊所任职的病院表示，伊违反病院工作守则，甲这名医生免职。刷了是联合报，高中会考范围昨公布3检第6册部分内容，数学自然减较济。甲去年3检的范围相同，也统测因为科目册领域跨范围上换后礼拜2公告。上尾是《苹果日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外交政策，表示美国会甲邻国同齐反制极权主义，指中国是上歹对付的竞争对手，会伫人权、智慧财产、还有经济等等方面对抗中国。不过，若符合美国利益者，嘛是甲中国合作。咱外交部伫2月初时才宣布，南美洲国家加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都无到一天，加亚那都因为中国施压力，声明甲台湾的协议取消，佮强调这个中国的政策甲中国的邦交未改变。咱外交部甲总统蔡英文拢出声谴责中国，也表示台湾走向世界决心坚定未改变。台湾外交部初时宣布，伫南美洲的国家加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1月份签署设办公室的协议，目前相关筹备的工作就伫要完成。不过消息一日出来，就引起中国强烈的反弹。无到24点钟，加亚那外交国际合作部就发声明讲，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还佫有甲中国的邦交无改变。因若甲台湾的协议，因为沟通失误，所以停止。我们希望有关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不互设任何官方性质机构，切实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消除负面影响。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挟洋自重、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的行径，都是绝不会得逞的。中国甲加亚那伫1972年建交，伫当地有设大使馆，影响力真大。值得注意的是，加亚那宣布撤销台湾办公室的时阵，加亚那外交部长陶德嘛发布新闻稿，宣布中国捐2万剂的新冠疫苗予加亚那。陶德嘛抛出甲中国大使馆的人员会面的相片，感谢中国政府，证明中国甲加亚那坚定的外交关系。因若台湾外交部对加亚那这个决定是表达遗憾，嘛批评中国政府这个行为真恶质。因为中国政府施压而片面地宣布终止社畜的协定，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仍然无法改变加亚那方面的决定。我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中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只会更加凸显其邪恶的本质，并且让两岸人民的距离更行疏远。总统蔡英文嘛伫人面册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表达抗议甲谴责，强调这对两岸的关系甲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拢无帮助，挑战一直拢伫哩。不过台湾人袂向困境来投降，台湾走向世界坚定的决心绝对袂因为安尼来改变，会更加团结，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成就。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后礼拜就要过年啊，袂少民众拢会出外行村。不过为了防疫，台北、新北侪景点拢有人数管制措施。你像是去阳明山赏花，会当先利用网络查订号，确认人阵济少。新北也有伫网络设广告示，互民众参考讲，想要行较高的景点，人数有济无？已经入春啊，台北市内湖落华公园的樱花规排大开。就算今年因为疫情，暗时赏樱花活动取消，不过天气真好，也是吸引真侪民众来到现场赏花、翕樱花。赏花请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不过为着要翕相，真侪民众把嘴烟摕落来，也面挖面翕相，忽视这个防疫的规范。口罩戴起来就不知道照谁了，这个问题在这儿。你拿下来之后，说实在的，你说怎么做防疫？拿带为了拍完美，说实在的，你说怎么保持距离？而相关促销活动的阳明山花季是伫5号开始，过年期间有个更加侪民众出佚佗，恐惊造成互相烧话情形。北市府宣导会伫公园盛会因为面册专业，定时公布各景点的回访，也有订号告示人数，互民众家己判断是不是要去。绿灯的话，就代表你跟非同行的友人可以保持1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那黄灯的话，就是稍微人挤人的状态。那红色的话，就真的对，请大家可以改另外择期，可以当做一个参考。怎么说？因为知道哪边人多，可能就是跟大家避开。我发现好几次都不太准，所以我都不会这样看。
不过，儿童行动园、动物园这个所在，爱到现场才知影讲是不是有超过管制人数。台北市长郭文铁讲，考虑建立人流热点线上系统。新北市已经在网站启动老街风景区甲场馆的线上人数仪表板，可以看到说我们各风景区的停车场是否管制已经溢出，以及游客的人数会不会已经过多，不建议再前往。新北市长侯友宜过年会到景区来视察，也呼吁民众爱注意人数仪表板的状况，人伤多就莫去，遵守防疫原则。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赶紧来关心世界。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和政府掠走，这些民众行就街头抗议，但已经2礼拜，拍算超过1万人和警察逮捕。也上新的消息是，罗西亚宣布讲，因为德国、波兰甲瑞典的外交官感谢参加支持纳瓦尼的非法汇集，决议要甲因赶出境。俄罗斯宣布驱逐德国、波兰也个瑞典的外交官，理由是因涉嫌参加支持纳瓦尼的非法集会。瑞典外交部对此表示，观察所在国的政治发展是外交官的重要任务。德国总理梅克尔也出面谴责。Und ich will an dieser Stelle sagen, dass wir während der Sitzung auch Kenntnis bekommen haben von der Ausweisung deutscher, schwedischer und polnischer Diplomaten aus Moskau im Zusammenhang mit Demonstrationen im Zusammenhang mit Nawalny. Wir halten diese Ausweisung für ungerechtfertigt und glauben, dass das eine weitere Facette in dem ist, was ziemlich fernab von Rechtsstaatlichkeit im Augenblick gerade in Russland zu beobachten ist. 莫斯科法院以违反缓刑条件为理由，判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3年半的徒刑。对一段法庭的录音，听到纳瓦尼批评政府要抬贵价高。Великого какого-то такого мирового лидера, его обида главна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еня тепер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в историю он войдет именно как отравитель. Вы знаете, был Александр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 или Ярослав Мудрый, и будет у нас Владимир отравитель трусов. Вот именно так он войдет в историю. 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去年8月，互人怀疑是和政府下毒，把被送去西伯利亚病院急救。迄当阵协助治疗的副主任医师马什米森，团讲过身，才55岁。伊在生时阵工作的病院证实这项消息，严过无交代死亡原因。反对派支持者自1月纳瓦尼被抓了，连续2礼拜抗议，是俄罗斯政府严重的挑战。国际社会也正关心，呼吁普京放人。 Лишение указом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3 украинских СМИ с солидной аудиторией эфира вопиющим пример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не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идущим вразрез с законами Украины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ми Киева по защите свободы слова. 路旁所在正会，关差不多10位抗议者无法度徛、无法度行，甚至去便所拢有困难，环境正歹。抗议组织估计连续2礼拜抗议有超过1万人被警方关押。 公司新闻王必文、郑伟林、张建光编辑。继续看疫情，美国有媒体报道，照目前世界注疫苗的速度，恐惊要超过7天，才通回去正常的生活。不过也是有好消息，包括美国的疫情渐渐缓和，还有交生疫苗正式向美国申请授权。 全球各国陆续伫注射疫苗，台湾也列入头一波 COVAX 平台疫苗配送名单。全球可能会慢慢恢复到疫情进前正常的生活。不过，根据皮普新闻社统计报道，按照这阵疫苗注射速度，可能需要7年4个月时间。皮普新闻社表示，因为美国公卫专家胡基讲过，要有70到85%的美国人注射疫苗，美国才法度恢复正常。皮普参考这个讲法，对照因建立的全球新冠疫苗资料库内底，每一个国家无同的注射的速度，换算到这个数字。 尽管这款的统计结果，让人感觉失去信心。不过，也有好消息，美国疫情较低，过去1礼拜每天平均新增加确诊大约是14万4千例，比顶个月高峰每天平均将近25万例，下降大约42%。而且断医的人数也下降，1月底以来继续维持在10万人以下。而 CNN 引用美国 CDC 的资料，到初时全美国大约有8.5%的人口，也是将近2800万人至少注射头一剂疫苗。而将近700万人已经完全完成注射程序。
另外，一项好消息是，制药大厂交生集团测试发出声明讲，已经正式向美国 FDA 提出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CNN 报道，交生新的疫苗甲辉瑞以及莫德纳的疫苗小可有无共款，只要注射一剂就会用的啊。而且已经伫冰箱正常的冷藏温度之下放3个月，无亲像其他2种疫苗需要真低温度来保存。This is pretty good news for people because our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once you've been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once, the antibody level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persist for at least 6 months. 另外，一方面，英国人体生物资料库对着2万名得到新冠肺炎的康复者来进行研究，发现99%因维持抗体3个月，88%因维持抗体6个月，显示患者好起来了后，至少6个月内拢也有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看转来，咱台湾确定治病个案第908例，伫宜兰境带范围，指挥中心并无公布。所以一名警察漏涉去网络，造成地方居民心惊吓。也一名患者是伫接触到胃病的源头进前去到宜兰，行踪甲疫情并无牵连。一名警察但已经记过调职，以牵涉涉密罪送地检署侦办。这个图文伫网络顶流传，爱当地居民特别细字，内底写暗号908。这个50多岁确诊的个案活动的行踪，伫宜兰的各地，后民众是真惊吓。即马散步的源头找到啊，竟然是宜兰刑警大队的一个姓陈的侦查组。陈贤他这个将公务机密转传到不相干的第三人的部分，那本局在31号，那立即就是组成这个考纪会，然后就针对成员这个一大过，然后调地处分。这份资料是警方协助中央疫调承办的警察伫内部的群组发布的，想袂到姓陈的侦查组一时的疏忽，转传去其他工作群组，佮因为安尼流出去人面册等等的社群软体，伊毋若去互记告调职，佮涉及犯涉密罪，函送宜兰地检署侦办，会进一步追查敢有其他的人涉案。原则上看起来踪迹应该是正确的哈，只是它不是在我们接触确诊个案之后的一个行踪，所以并不是用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来做一个规范，应该算是暴露个人隐私。其实暗号908，捌伫咧2去宜兰，毋过经过指挥中心甲当地卫生局证实，伊是伫咧23甲暗号889接触了后才去画着，所以网络风声的宜兰活动史甲疫情并无关系。也若姓陈的侦查组，因为伊家己的失职，嘛爱承担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伫咧市面有真侪违法的电视盒仔，讲会当免费收看外国的节目甲戏剧。国内电视台集体向刑事警察局报案，警察伫头一批锁定安博、EV、红雕厂遮的电视盒仔，查到700多台违法的机台，佮有9台主机，侵权的价值拍算超过10亿。一天唱12家。无论是新闻台也是运动频道，即要随手点选就能看。这是市面上广告，即要开3000到5000块就使终身免费。看国内外节目的安博盒仔，犯罪集团设置机房破解电视台信号了后，这个传输到非法的机上盒。那本次所查获的侵权有国内几个主要电视媒体，还有日本相关的主要电视媒体侵害他们的电视制作财产权。这回受害者主要以国内电视台较多，所以讲共同委任农业工会提告。就连日本电视台也被撤出信号，经由相关的机构提出告诉。警方成立精兵专案来追查，头一波锁定市面上定定看到安普 EV、小调像这机上盒，先讲伫咧新北桃园台中掠到嫌犯，查到778台非法的机上盒，9台伺服器的主机，总计大约1200万。看到机上盒全部都是盗版的，都是破解而来。那这些人头跟所谓的机上盒之间的关联，我们现在正在追查。而非法的业者为了闪避追查，成立 App 网站，引导用户来安装。不过警方讲，伊话违反杜绝犯法。而市面上这非法机上盒，大部分是中国制造，伫台湾卖。著作权问题，我觉得台湾很常在发生会被侵犯的问题，就是在台湾很常发生。电视农业工会估算，这摆项侵权的价值超过10亿。警方表示，贩售非法的机上盒，设置机房、强加触发妨害电脑使用罪、杜绝犯法重罪这罪，即阵也正规划一波的搜查行动。记者综合报道。
讲台中东方快速道路环境评估伫2018年，互最高行政法院宣判撤销，逼迫停工。也台中市府调整工程的内容了后，东方快速道路第2阶段的环境评估通过，打算伫明年复工。不过，石工这边表示无法度接受会控制高地。台中东方快速道路为国道4号方圆接到东市，有9.3公里长。2016年8月份动工，工程分做5个标案。不过，方圆迄边第1甲第2个标案重新启动宽屏的过程有问题。2018年12月份，去互最高行政法院宣判撤销，规个工程全冻点。台中市府启动2阶的宽屏，测试顺利通过。环评委员特别要求，针对隧道的一个砖栅部分，要求能够用机械开挖方式减少空污、还有噪音跟震动的一个影响。那对于民众的权益的部分的话，也要求建设局能够妥善的一个维护。台中市环保局表示，环评委员真重视土地征收、环境污染、甲民众权益等等的问题。也若市府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会当预防甲减轻开发对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才会通过环评的审核。先前比较有争议的，除了在路线、路廊，包括隧道方案啊。这个在地方的一些讨论之外，主要是在石冈地区，他们有提出来，希望建议其他的路线。所以我们这一次呢，通过环评之后，我想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核定的路廊，会跟地方再做妥善的说明。台中市建设局强调讲，经过调整石冈段的路段了后，大幅度降低受到影响的人家厝，也有拆迁的面积，会搁甲地方好好来说明。不过，在地石冈反征收联合自救会是无法度认同，批评讲这是恶想的宽评，说落来一定会控制到底。这次的环评审查的委员，让我们觉得一点都没有站在专业的角度上去做严格的去监督开发单位，根本就是个黑箱作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不过，不少当地民众是真期待东方快速道路会当完工，因为唔但会当减少塞车的情形，嘛对偏远地区紧急救援，也有互医生看的需求有帮助。希望市府会当赶紧化解这个争议，提早复工。记者综合报道。落南看嘉义六甲有一位75岁的老大人，因为亲人拢无伫咧身躯边哦，即几档阁因为青光眼的镜头，目睭豆豆看无。有民间团体知影即件代志了后，就赶伫年节进前替即名老大人拼出来，望伊会当平安过好年。即天无用的七拄仔拼出来，要赶伫咧过年进前，替目睭已经看无啥有的黄老先生，甲厝内外的环境整理好势。伊家一个吼。安尼生活，啊，搁进前为了物证安尼，吼，造成伊即摆身体吼，拢爱歹一寡尿地啊，无方便所在，啊，即摆搁引起变化，做目睭无啥看。今天来到六甲这副我们那个长辈的家哈，我们进来就帮他就是整个环境的清洁、打扫跟擦拭，好，包含整个家里的全面性的都做。无实际伫边仔照顾的黄老先生已经70外岁啊。目前的生活除了护理单位甲公部门的照顾，厝边嘛会来帮忙。黄老先生讲，青光眼互伊拢看无物件，要过年嘛无法度摒扫，加在有人来斗相共。家己吼，拢嘛是拢伫咱种的吼，爱做刷工啊。哦，像讲阮爸爸伊做船长的时阵，吼，要整理环境拢请伊去整理，伊拢靠甲种的做一寡线工的生活安尼。个人大尔啊。啊，生活敢会做无方便呢？有时无方便啊，住地安尼。啊，咱就拄地啊，你听无？哦，所在即马社会就无即马文明较早的社会啊，对啊，社会离我转变啊，对啊，啊无法度啊，咱无要安怎？社会局表示，目前嘉义县内高端溪时大大约有16位，透过甲民间福利团体的合作，伫过年进前这段期间加强合作，希望因的年会当过甲较顺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观众朋友，这2天早暗的温度会较低，而且西半部甲金门、马祖的大蒙、四线会受影响，塞车、骑车就会细日。咱再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的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8度；
东部这边上加15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加13度，上悬22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再会。